一個完全免費嘅 AI 周公解夢嘅網頁咧，已經係上咗線啦。咁只需要咧你入翻我哋原生命理嘅 AI 周公網頁啦，然後咧輸入翻你嘅夢境咧，就可以即時透過 AI 咧去解釋你呢個夢境咧，同埋預測一下呢個夢境對你未來咧係會發生啲乜嘢事啦。咧就可以用呢個 AI 模型咧去分析翻呢件夢境咧，佢未來同埋過去咧會代表啲乜嘢事情噶啦。咁咧入翻我哋原生命理嘅 AI 解夢嘅網頁啦，然後咧喺夢境解釋嘅呢個位置咧輸入翻你嘅夢境內容㗎。咁譬如咧舉個例啦，原生師傅咧琴晚咧就發咗個夢咧，夢見呢一個咧超人大戰嘅哥斯拉啦，咧雙方咧就打得咧火紅火熱嘅，而且咧最後咧超人咧用死光打死哥斯拉。咁咧，我哋試下咧解釋一下呢個夢境咧係對我哋有啲乜嘢影響啦。咁我哋呢度咧撳落去解釋夢境啦。咁解釋夢境咧大概需要1分鐘嘅時間啦，因為要俾 AI 模型咧去讀一讀你嘅夢境嘅內容啦。咁好快咧 AI 就出咗結果啦。咁首先咧 AI 會分析咧夢境嘅本質，佢嘅陰陽五行啦。咁首先佢又講話咧呢個夢咧本身係陽性嘅，因為咧充滿戰鬥嘅能量咧，五行屬火啦，例如超人嘅死光同埋哥斯拉咧大地嘅屬性㗎。咁喺卦象上面咧對應係乜嘢嘅卦象啦？譬如係離卦同艮卦。咁咧超人咧其實係一個文火嘅元素啦，咁艮卦咧亦都係山地嘅元素，亦都係咧哥斯拉化出嚟嘅元素㗎。咁喺夢境嘅解釋上邊咧，周公解夢咧就講咧戰鬥咧係主呢個官非同口舌啦，咁贏咧就係一個吉象嚟嘅。咁而且咧超人咧係代表正義嘅力量啦，哥斯拉咧亦都代表一個潛在嘅威脅㗎。咁喺心理上面咧，亦都反映住咧自己嘅夢境咧係有一個英雄情結同埋壓力嘅升放㗎。咁五行嘅分析上邊咧，其實火克金咧，即係譬如咧死光去破甲啦，同埋土生金咧，哥斯拉嘅敗象咧，咁亦都對應住64卦入邊嘅火雷卦㗎，咁亦都代表咧需要去突破重重嘅障礙㗎。咁呢個 AI 算命嘅好處咧，亦都會分析晒咧事業啦、財運啦、姻緣啦、健康啦、貴人呢一啲咧比較常見同埋大腦嘅夢境分析㗎。咁譬如咧事業運勢咧，亦都代表咧未來3個月會遇到一啲強勁嘅對手，因為咧哥斯拉可能就係代表對手啦，但係咧因為係我哋有死光嘅殺手鐧咧，所以咧可以打敗對方，亦都代表農曆7月之後咧有機會升職加薪㗎。咁財運咧就代表咧使錢破財啦，因為咧呢個火光啦去耗盡呢個金啦，但係咧年底會有啲還財嘅，咁亦都注意咧有啲咩項目去投資啦，咁亦都咧特別需要咧去注意一啲唔同嘅項目啦。咁喺姻緣運上面咧，單身咧會遇到一啲英雄救美式嘅邂逅啦，咁有機會咧，如果你係有伴侶嘅話咧，就係有啲三角嘅關係㗎。咁健康上面咧，亦都講緊咧自己心火過盛啦，可以咧有啲咩健康嘅問題要注意。貴人運咧就係咧一啲唔同嘅元素嘅人咧，可能咧會成為你嘅超人啦。咁最緊要咧就係要睇翻短期同埋長期有咩分別啦。嗱，短期咧佢就話咧端午節咧可能咧會有一啲重要嘅消息，可能咧係一啲政府嘅文件啊，或者法律嘅文件，一啲合約嘅嘢咧，可能好耐棘咗咧喺度好耐啦。咁亦都可以咧喺呢段時間解決得到。長期嘅話咧，亦都代表咧2026年咧立春前後咧有機會有啲人生大嘅轉折嘅，咁亦都要去睇下咧嚟緊係咪有啲咁嘅問題啦。咁最後咧有啲夢境嘅建議啦，就係咧最好可以點樣去處理呢個夢，又或者咧點樣去催吉催運。咁呢個 AI 解夢嘅網頁咧係免費㗎啦，完全可以咧即刻上去呢個網站就可以即刻用，亦都唔需要 download 任何 app 啊，或者撳落去咧呢個解夢歷史上面咧，仲可以咧有一個咧解夢嘅過往歷史，可以俾你睇翻咧你以前咧有啲乜嘢夢境嘅記錄㗎。咁拉到下邊咧，亦都係重中之重啦，有 AI 嘅周公解夢嘅助手㗎。咁解夢嘅助手咧，你可以輸入翻你嘅問題啦，譬如咧超人咧會唔會代表咧係我身邊嘅貴人，定係小人呢？呢個 AI 咧亦都好快答咗我咧，佢就話咧呢個夢境上面嘅超人咧係 VIP 嘅貴人，因為咧夢上面咧係超人打敗呢個哥斯拉啦，代表咧去剷除障礙嘅正義隊友咧，哥斯拉先係一個小人㗎。咁如果咧我身邊咁啱係有啲小人嘅話咧，發咗呢個夢好大機會咧就可能代表咧自己可以有啲正義嘅隊友幫我對付呢一個小人啦。咁咧仲可以咧繼續追問落去啦。咁拉到去最上邊咧，撳翻你個聊天記錄咧，亦都可以睇翻你以前嘅一啲咧 AI chatbot 上面嘅一個聊天嘅記錄啦，咁可以咧參考翻一啲過往嘅數據㗎。咁由於呢個 AI 解夢咧只係啱啱推出嘅時間啦，亦都可以話咧係一個 beta 嘅版本嚟㗎。咁所以咧大家咧即刻點擊下邊嘅連結咧去免費試用呢個 AI 解夢啦。咁用咗之後咧，亦都歡迎大家咧喺呢條片下邊留翻一個言啦，
話俾我知咧呢個 AI 解夢上面咧有啲乜嘢意見同埋回歸啦。咁我係姚新師傅，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咯，拜拜。